係一啲書人就拍那個好多時刻嘅表解又好，其實嘅人都呢，知道ini kita misalnya dari Saudi, dia do bukan do 很好奇的人們，但是ini好bisa, ni yang suka表解的是dari Saudi大家，跟着sana大家我的berikut orang baru, ya sa, ini kita utamakan kita ini. Ni kepada kelentungan na niya paham soli suyang pada to uyas na akska penahautan. Ayah do niya juga sila dahaya ke. Risau ni dah ayah do oh dekat kecil. Skia balau na 展翅上腾。各位弟兄姊妹，孩子们所要带来的这个戏剧。是有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青年，他说：“当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教会里面充满了欢乐的声音，那时的我还不懂。但是，一踏进神的殿，我的生命就开始被翻转。所以在青年的戏剧当中，是要诉说一位还没有认识神的青年。”因为他踏进了教会，改变了他的生命。从此之后，他带着神的命令展翅上腾。大家等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领受青年所带来的戏剧《Stro 头脑遇见神》。我不知道他们来了没哎，就清涵，我来了，路上了。Apple、佳琪、大珍、红喜、子涵，好。哎，还有我哎。对了，忘记了。好，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练习我们青年主日的舞蹈。那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好，阿妹。那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跳我们今天青年主日的舞蹈啊。等待后，哈利路亚，哦，等待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待后，哈利路亚，哦，等待后，哈利路亚。练到这里这样，就每天也是一样时间来练我们青年主日的舞蹈。好，然后那我们互道平安。平安。诶，为什么他们在唱那个诗歌的时候，好兴奋哦！哇，他们在讲的那个人是谁啊？哇，我好想认识他哦！他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我踏进那个地方？我心中是充满了无比的好奇的感觉呢。诶，我爸爸妈妈好像以前有去教会，我希望看看他们好，他们搞不好知道那位耶稣是谁。为什么我？啥？怎么工作？你今天他说要干嘛？
哦，一回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吵架，不会累吗？太好，我的心情都毁了。我还是好像听到他们说，他们明天还要再练舞。那我明天再去问他们看看，他们搞不好会告诉我那位神是谁。喂，俊文来了吗 ？Apple， 佳琪、清涵，我来了，子涵、家珍、梦琪，好，你们都到了哈。那我们这时候呢，也是一样练习我们青年主日的舞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先祷告。好啊，妹，那我们这时候呢，先练我们的舞蹈吧。的会长，然后名字叫李如云。好，然后欢迎来我们跟我一起聚会。我想问你一下哦，你们刚在唱的那些诗歌，为什么你们都好喜乐？我想认识你们，我说想认识那个是谁？他到底是谁？这里让我来介绍这一位神，他是有慈爱的神，然后有平安的神，然后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然后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向他敬拜，然后唱他诗歌，然后来向他祷告。对。他会改变我的生活吗？会，他一定会改变你的生活。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来到教会聚会吗？可以，就每周六晚上7点半是我们青年团契聚会时间，然后也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聚会。那我下礼拜六我们再一起来。好，拜拜。礼拜六了，我们要开始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要去邀请董东来一起跟我们聚会。董东，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吧。这是新来的青年，然后他是部落里面的青年，然后他的名字叫做陈晓东。那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吧。好，那我们我们这时候聚会，我们一起来唱，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好，阿妹。好，这时候呢，我们一起呼到平安吧。拜拜。平安，东东，爱你哦，东东。每天打麻将。还打1-2，
天去唱卡拉 OK 哦，有没有很好？我刚真的去教会啊，你不是以前有去过教会？我来送你们搞不好唱过诗歌呢。你要不要唱？我一起唱。什么诗歌啊？以前搞不好唱过，你不是说你去过教会？哎，我跟下不要反，不要反。不要打好了，我去唱歌为什么啊？好了好了好了，好。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啊，我想到了。看到。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你还是会唱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这样。然后妈妈，我们一起唱。我今天去徒有追唱这首歌，我其他不会。一起唱。然后我还在那为你们举到祷告，我可以为你们祷告。好，那你问你那个爸爸哦，不要只把麻将哥喝那个。他为你妈妈的那个个性哈，不要一直出去来祷告。那我希望给我们的家人祷告哈。阿妹，爸爸妈妈跟你讲哦，明天呢会有一个主日崇拜，然后弟兄姐妹都会来这边听牧师讲信息。每天9点半。对啊。好，你们要起来吗？你们可以跟我起来哦。你不要乱跑啊！好，那我们明天起来教会哦。好。不要打麻将啊！这时候，东东他在教会所学的那些敬拜的诗歌，还有祷告，带进了他们的家人当中。我们来看看东东的信仰带给他们家人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我们看看隔一天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的家人是不是也开始跟着东东的信仰一起来相信这一位神？妈，你看啊，这就是教会啊！你看很多人哦，包括你们以前都认识的呢。你怎么在这里？又来上教会啊？妹妹，怎么又来？都来了呢。啊，这不是那个钟楼吗？你怎么来了？你真的呢，好多人来呢。那这就是我们教会，你看你们以前来，现在很怀念哦。我在牧师呢。你好，你好。这样你们觉得你是神一直都在等你们回来，他叫我帮你带他，你以后再跟我一起来到教会。好。我们以后就每个礼拜天一起来上教会啊。好。多年之后，董东他们的一家人在教会担任了一些干部的职位，也让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一家人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他们回应了我们的经文，从前那风闻的神，现在亲眼看见在他们家中的改变。现在他们要用一首感谢的诗歌来回应这一位伟大的神。如果会唱就一起唱，我们一起唱，一切歌颂赞美，一起打拍子。